正我第一份7000蚊，7000蚊人工我第一份人工，咁我做到12000蚊人工就辭職創業啦。點解咧？因為你見到個趨勢，我好努力做嘢，永遠都買唔到樓噶嘛。咁以至到香港呢個生態咧，冇辦法安居樂業情況下咧，大家就逼住出嚟創業嘅。即係我見到好中小企都係坦白講。咁所以香港其實係可能係有，我諗保守估計係有40-50萬人創業咯，即係700萬人口，40-50萬創業，其實個比例係好高嘅，我估計。咁以至到中小企咧，佢哋就一定係諗辦法點樣去 cut 成本。因為我平時教咗10年咧，大部分上堂嚟嘅中小企，即係點解佢哋用 Facebook 廣告咧？因為相對電視廣告平，相對派傳單平。咁佢哋係不嬲都係有呢個 mindset， 所以以至到 AI 一出嚟，哇！20美金可以 generate 到張相。其實我哋平時訂閱嗰啲 iStock 嗰啲 stock photo 啊，都唔止20蚊美金啦一個月，係咪先？所以你一出嚟其實唔使諗啦，你 Midjourney 10蚊一定係俾我訂閱幾個都唔會心痛嘅。你平時可能請個 freelance 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反而香港中小企由於我哋成個環境基於買唔到樓呢條根現實層面上嘅情況下，我哋習慣要揾低成本做嘢嘅方法情況下咧，其實反而係執行得快嘅。